大家好，又到小白姐姐講故事嘅時間啦！喺故事開始之前，提提大家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啊！小白姐姐講故事。大家好，今日我哋要分享嘅呢本圖書名字叫《菲菲節日大百科》，佛誕嚟緊就係佛誕節啦！我哋一齊嚟睇下佛誕節係點樣嚟嘅。佛誕又稱為浴佛節，喺每年嘅農曆4月初8，係佛陀釋迦牟尼嘅誕辰。相傳佛陀出生嘅時候，天上面有9條龍噴下清泉為佢沐浴，所以日後佛誕都有呢個儀式㗎。如今善信都會以清淨嘅水沐浴佛身，寓意以佛陀嘅智慧洗滌污濁同埋淨化心靈。釋迦牟尼佛原名悉達多喬達摩，佢係佛教嘅始創人，出生於而家嘅尼泊爾南部㗎。民間嘅人會稱佢為佛祖，亦即係佛教之始祖。而香港亦都有啲佛教嘅寺廟㗎，例如寶蓮禪寺啦。最多人熟悉嘅就係寶蓮禪寺，佢係位於大嶼山昂坪嘅，建於1906年。寺廟內有多座特色建築，佢係以北京故宮嘅式樣為藍本㗎。另外，亦都有慈山寺。慈山寺係香港一座大型佛寺，位於新界大埔區汀角及船灣附近，佔地4萬多平方米㗎。喺2015年4月開始使用。佢最大嘅特色係擁有一座高達76米嘅觀音像㗎。呢座係全球第2高嘅觀音像。另外，亦都有志蓮淨苑。志蓮淨苑位於鑽石山，係一所佛教寺院，亦都係一個供各地而來嘅女真人修場嘅場所。另外就係萬佛寺啦。萬佛寺位於香港沙田排頭村後面嘅萬佛山上，由月溪法師喺1949年建設㗎。喺1957年落成，佔地有8公頃㗎。月溪法師用咗足足8年時間，親手塑造咗萬幾尊佛像，因此命名為萬佛寺。而家萬佛寺都成為咗香港一個著名嘅旅遊景點㗎。而我哋呢，亦都可以乘搭昂坪360纜車去到天壇大佛。天壇大佛亦都係香港其中一個著名嘅景點。喺嗰邊亦都有個昂坪市集，我哋可以坐昂坪360纜車過到去。嗰度有好多園林設計都好有特色㗎，而且有好多食肆、商店同埋娛樂設施供遊人吃喝玩樂。而天壇大佛坐落於海拔520米嘅昂坪，喺寶蓮禪寺嘅對面。佢係1993年開光嘅。天壇大佛更加係全球最高嘅戶外青銅坐佛。另一方面，心經簡林位於香港大嶼山木魚山嘅東邊，係全球最大嘅戶外木刻佛經群，由38條木柱組成嘅。喺呢啲木柱上面都刻住佛教著名嘅心經經文。喺佛誕節嘅期間，亦都會出現平安包。平安包係太平清醮嘅傳統食品。白色嘅包子上面會蓋上一個紅色嘅平安印章，寓意平安吉祥。佢嘅餡料有時會有蓮蓉啦、豆沙或者係麻蓉等等。另外亦都有芫茜餅，
芫茜餅主要材料係芫茜，佢係一種綠色植物，有清熱嘅作用。芫茜餅入面亦都有陣時可以包住啲豆沙或者蓮蓉㗎，有陣時亦都會係冇餡㗎喎。另一方面呢，長洲太平清醮會喺每年農曆4月初8，亦即係佛誕節當日舉行，係香港獨有嘅傳統活動，亦都係其中一個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。太平清醮係由長洲居民舉辦嘅，係當地最大規模嘅一項傳統活動，每年都吸引好多香港市民同埋外國旅客前來參觀。太平清醮最大嘅特色就係搶包山活動同埋飄色巡遊。太平清醮期間會搭上神棚或者戲棚，而飄色巡遊呢，係長洲太平清醮其中一個重點活動，係由大概4至6歲嘅小朋友扮演住歷史人物或者神話人物㗎，被支架撐住巡遊。佢哋嘅身高唔可以高於106厘米㗎，體重亦都要少過35磅㗎。巡遊結束咗之後，遊人會陸續離去，但係參加太平清醮嘅居民呢，就繼續忙碌，因為佢哋要繼續舉行祭幽儀式啊。而搶包山亦都係太平清醮嘅另一項重點活動。喺祭幽儀式舉行之後，就會開始搶包山活動。另外喺太平清醮舉行嘅期間，不准殺生，亦都唔准釣魚同埋捕獵㗎。喺3日嘅清醮期間，島上面嘅人都唔可以食肉，佢哋要齋戒㗎。另外，佛教嘅花係蓮花，蓮花出於污泥而不染，清雅脫俗，所以佛教視蓮花為聖潔之物。小朋友，故事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你哋都鍾意我哋嘅故事，請你喺下面畀個 like 我哋啊，同埋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啊。小白姐姐講故事，我哋下一次再見啦，拜拜。